有文化監部成員歌手何韻詩。咁何韻詩啊，你嘅老闆啦，寰亞傳媒集團主席林建岳就講過啊，年輕人咧去佔領區咧為咗追星，年輕人追住你咧當時。通常真係會追星嘅咧都好驚我嘅，即係我係一個即係幾嚴謹嘅一個偶像嚟嘅，即係我都會驚大家係因為某一啲原因，所以即係先至去，即係因為我嘅緣故，所以去做某一啲嘅嘢。睇翻轉頭，即係其實我都係一個因為追星，所以我變咗今日呢一個我嘅其中一個即係曾經嘅粉絲啦咁樣。所以你話佔領犯法嘅喎，有啲人話會怕教壞細路。嗱，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佔領犯法嘅呢個説法咧，即係你亦都要睇翻，即係所謂嘅公民抗命，其實係有前提嘅，即係嗰個前提就係講緊其實你係用一啲善意嘅方法，你去爭取緊某啲嘅公義。當你作為一個市民，其實你已經冇任何嘅方法可以去發到嗰個聲，即係你用盡晒其他法，而都冇人去理你嘅時候，咁你用一啲比較踩界嘅一啲方法去再去表達，但係嗰個所謂嘅工聯會人唔抽年輕人，即係去對政制咧走向極端啦，咁啊係破壞法治，咁啊只能夠放棄佢哋喎。呢個其實就係點解即係呢個成個政府同而家呢一代有完全一個脫節嘅一個狀態出現，就係因為大家好似完全唔想去理解年輕人，唔想去理解呢一班市民究竟佢哋係追求緊一啲乜嘢，同埋表達緊一啲乜嘢，即係純粹就係用一個極權去壓落嚟，即係你唔好去講，你唔好去表達，總之你聽我講就係為之正確。係年輕人極端啦，定係？我諗就嗱，其實你睇翻成個佔領運動咧，亦都唔係真係淨係得年青人嘅，即係起碼嗱，我唔係年青人啦，咁我都係作為一個市民，我去企出嚟。你咪建議咧，即係30歲左右咧，就組一個政黨去發表佢哋嘅聲音啦。但係佢哋擔得起呢個大旗未咧？我覺得可以喎，即係我覺得尤其是而家呢個世代，當有 Internet， 當有所有嘅呢啲工具，其實大家係比較會積極地去理解事情嘅，唔係等人哋去話俾我哋呢件事應該點樣運作，而係會用好多唔同嘅意啊，或者一啲新嘗試去破解一啲問題。咁呢個我覺得其實就係所謂嘅新生代佢哋嘅用處同埋佢哋強嘅地方呢樣嘢。我哋而家嘅有嘅政治嘅體制入邊冇嘅靈活性咯。咁靈活其實都係香港人不嬲嘅核心價值嚟嘅，咁但係喺我哋嘅呢個靈活同埋睇唔到呢個多元咯。上個禮拜四咧，你就都有喺佔領區咧就被拘捕，咁啊去到即係警署啦，你都話即係受到嘅對待都唔差，但係亦都有人咧當你係即係歌星仔咁樣，係咪？甚至乎係咪你自我感覺係一個無知嘅歌星仔？你會睇到有啲分別嘅，即係因為我哋嗰個警署就係有立法會議員啦，有一啲嘅大狀啦，即係跟住有我啦，咁有啲市民學生，咁你係其實都會見到佢哋對住唔同嘅人咧係有唔同嘅態度嘅。我係有被呼喝啦，同埋我係有被即係佢哋有意圖去用一啲方法去嚇我嘅。我係睇到好多弱勢，即係大家喺主流嘅畫面上面可能睇唔到嘅一啲嘅情況。警方嗰邊咧都有話啦，即係受到示威者言語上嘅挑釁咁樣。咁調翻轉，即係我亦都見到警察亦都有去做呢樣嘢啦，即係喺個言語上面嘅挑釁，即係包括其中即係有一日係行動嘅升級啦。咁或者一啲大家未必去睇到咁主流嘅畫面去睇到，即係你哋亦都聽到有好多係警察喺拘捕之後，例如即係暗角七警嗰個其實都未去解決啦，有好多呢啲其實因為有一浪一浪嘅嘢，警隊其實一直忍辱負重嘅。咁佢亦都話咧，希望喺3個月內咧就完成呢個佔領行動嘅調查，即係將有關主導嘅角色嘅人物咧就係緝拿歸案。你自己有冇諗住坐監嘅打算？我諗呢個嗱，首先即係佢哋都必須要去俾翻個時限，就係究竟嗰啲所有警察濫權嘅情況，即係咁佢哋又點交代咧？即係唔可以淨係單一話啊，佢哋呢個角度就係市民去犯法。咁調翻轉頭，警察濫權，依家係一個非常嚴重嘅一個問題嚟嘅。我覺得而家市面上面有一種嘅白色恐怖，其實就係因為所有嘅呢啲規限咧係被模糊化，即係大家係唔知道點樣為之我係踩咗警方嘅嗰條界。咁但係其實一個法治社會，其實所有嘢應該要好清清楚楚。你自己有冇諗過坐監嘅打算？
咁我諗即係如果必須要去面對呢啲嘅責任，或者即係要去因為個政府佢哋要去追究翻嘅，咁我係有一個準備去面對呢個責任咯。咁但係即係我諗喺成個過程入邊，我哋亦都要去正視翻究竟呢一個公民抗命即係入邊所發生嘅所有出現咗嘅濫權嘅情況。因為而家所有嘅主流嘅傳媒係將呢啲畫面係抹晒噶嘛，即係大家係睇唔到，而令到有一個感覺就係呢一班市民佢哋去做咗一啲非法嘅行為。咁但係其實即係我諗要用教育或者用任何嘅創作嘅方式去將呢一個誤解咧，即係要去化解。你頭先咧都話啦會扶翻，咁但係咧大家都會關心你嘅歌唱事業咧，其實你係咪即係續咗約未咧？即係嚟緊。呢個好小事啫，即係我個人嘅工作其實冇可能會係擺喺前過，即係香港人嘅大家去追求緊嘅一個公義。你嘅老闆林建岳咧係政協嚟啊嘛，佢會有冇話叫你收斂啲？我覺得我老闆真係算係咁嘅啦，即係作為一個唱片公司嘅老闆，即係佢哋其實會俾一定嘅自由我去做我想去做嘅嘢啦。咁亦都即係你調翻轉頭諗，其實我只不過係將我嘅歌手嘅部分去簽咗，即係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嗰部分，作為一個市民一個公民，我要去做嘅嘢係唔應該被嗰個合約去限制。內地發展咧係咪即係全面被封殺？咁世界好大嘅，即係我覺得即係呢一個內地市場，當然大家係好擔心啦，因為即係喺呢10年入邊，其實成個娛樂圈嘅生態係依賴咗一個內地嘅市場，即係大家係覺得冇咗呢一樣嘢，即係就死梗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唔一定係咁樣嘅。首先其實嗰個所謂嘅封殺，一個好模糊嘅所謂嘅封殺。有冇一張黑名單呢？佢哋就係即係用一啲好唔 official 嘅方法去散播咗出嚟，而佢最主要去做到嘅嘢就係令到大家驚啦，即係令到商戶驚啦，令到其他嘅歌手驚啦，令到其他嘅人驚啦。甚至主流咧，即係王晶導演啊、高志森啊，都發表過一啲言論啦，就話即係例如當即係學民絕食嘅時候咧，即係甚至乎話係自焚咁樣。咁呢啲我諗即係市民自己自有判斷啦。咁但係講呢啲説話嘅人出嚟，其實佢自己都要負翻個責任咯。因為即係其實你唔可以因為自己一啲嘅睇法而去即係去同年青人有一個咁樣直接嘅一個對立嘅位置，係咪一個最正確嘅方法咧？我覺得唔係嘅。但係你自己作為即係歌星啦，付嘅代價係咪你想象中咁大咧？我覺得我得到嘅比起即係要付出嘅更加多咯。即係今次成件事入邊，其實自己一個新嘅位置、新嘅責任，或者我新嘅可以去做嘅好多嘅事情。咁即係呢個如果即係要去衡量嘅話，對我嚟講唔係需要衡量嘅嘢嚟嘅，因為即係自己嘅個人嘅事業唔會係大得過即係去爭取公義同埋同香港人一齊去向前行嘅嗰樣嘢。好多人都知你係即係梅艷芳當年咧，即係妹姐啦，喺即係89民運6·4嘅時候咧，都支援咗學生咁樣。你係咪諗住要行佢呢一條路？其實唔同嘅年代會有唔同嘅事發生啦。咁我諗我唔會去照住某一個藍本去做嘅，即係真係有一個責任係佢自己會埋嚟嘅時候，咁我會聽我個心。我個心係叫我去咁樣去做嘅話，咁就會去做咯。即係而唔係因為某一個人佢去做咗呢樣嘢。當然即係我師傅係令到我變成今日嘅即係有呢啲嘅信念，有呢啲嘅價值觀，佢係有好大嘅功勞嘅。咁但係未來我要點樣行，我諗係屬於我自己。梅艷芳咧被稱為啦係香港嘅女兒。你有冇諗過即係自己成為香港即係新一代嘅女兒啊？呢個都唔到我講嘅，即係其實真係。希望盡力去喺我自己崗位上面，我去做到啲乜嘢就去做咯。咁後面即係有啲咩嘅煲或者有啲咩嘅扁，其實唔係我呢一刻去考慮嘅事情範圍之內咯。多謝晒你何韻詩。香港嘅未來咧係屬於啦每一位香港人㗎。下星期繼續星期5主場。
跟住係多元活動全天候，之後係東張西望。